兩邊一鬼樣。呢個係咧，呢邊有芝士啊，呢個有芝士啊，呢個有啲冇嘅。兩個大酒隔離。食啦！唔識啊！我成日插錯線嗰啲，揾人求救佢。要寫低喎。個 land name 咧係R495啊，R9495嘅第二針啊，第二針啊。係喎。因為咧佢呢度咧有條黃色㗎，佢反轉唔着㗎。咁啊，佢呢度有寫㗎，呢個 R495，咁其實喺嗰邊睇啦，呢個係第一針啦，呢個第二針啦。咁其實就要黃色跟第一針咯。哦，佢 R495上高嘅。係啊，上高。就即係我哋面向嗰度。係啦，R495就第一針咯。我哋慣翻啦，左手邊數過嚟啦。左手邊係第一針冇嘢嘅，第二針、第三針，第三針係黃色咯。R495第三針係黃色咯，你要記低喎，因為呢個唔睇 menu 冇人食嘅，一定要睇 menu。而家冇 menu 要寫低咯。嗱，靠你哋啦，你有寫到㗎？R495嘅第三針係黃色。第三針嘅黃色係靠呢邊位啊嘛。係黃色呢邊係第三針。試下我自己，試下呢邊合咗。